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andy。感恩神可以令到我鼓起勇氣去錄視頻，為大家分享我嘅見證啦，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嘅經歷。咁我喺度呢，我首先呢就要好多謝BCAC 啦，係布里斯班書道會啦，佢哋嘅牧師啊，同埋弟兄姊妹對我嘅關心啊，同埋喺依年裏邊我嘅學習同埋進步呢，都係離唔開佢哋嘅。雖然我知道我有好多嘢嘅仲要學習，但係我真係好感恩佢哋可以帶領我一步一步去更接近神，更了解佢。同時咧，我咧亦都要多謝我身邊嘅朋友嘅鼓勵啦，同埋我嘅鄰居啦，佢哋嘅鼓勵，令到我有咗勇氣去真係作出行動。感恩主可以俾我有呢一個勇氣，可以令到我真係鼓足勇氣，好好咁樣立定決心，好好去拍攝視頻。咁呢，我呢之前呢係一直都冇拍視頻嘅經驗啊，所以呢可能講得唔好呢，希望大家去見諒啦。我口才又唔係咁好啦，但係呢我就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神喺我身上邊做嘅工作啦，同埋我點樣同神去接觸啦，由我知道有神啦，跟住再我去認識佢。跟住我想去追隨佢啦，尋找更多佢嘅話語，尋找更多佢嘅真理啦。咁嘅呢一個過程呢，同埋我係要慢慢成長嘅過程，我好想希望大家可以為我做見證。咁我呢，我係一個未受洗嘅基督徒，但我係決志咗嘅。咁我係蒙召神嘅恩典啦。我一次同聖靈嘅感動嚟同我講，叫我想將我嘅歷程去同大家分享，從一個 BB 點樣慢慢去成長咯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弟兄姊妹咧都可以見證我嘅成長。咁我介紹一下我自己先。咁呢，我點解會今次會咁決志去，非常肯定去決志做一個基督徒呢？係因為